看中华经济研究院预估，美国对台湾的目标关税可能至少爱15%到20%哦，影响伫完全期过了就会出现。嘛，呼吁讲，咱台湾会当来针对特定的 ICT 资通讯的产品来争取关税优惠，嘛争取甲日本、韩国同款的条件。美国关税政策一变再变，国际无确定因素增加，日本国内智库要求专家学者展开研讨。中经院院长连宪明分析，川普的关税政策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让制造业回流美国，应对贸易不公平、加逆差造成的财富外流，也有就是增加美国税收4大项。我们那时候在评估，是他一年大概要收到差不多5000亿的税收来支持他的这个减税法案。美国一年进口大概是差不多3兆6千亿左右的货品。连宪明分析，川普以维护美国国安作为关税政策的中心思想，就算是盟友也真歹有零关税。就连盟邦以色列拢有17%的关税，加上各国的关税地板价为10%起跳。如果川普对台湾的目标税率是15%至20%，也不需要说很明确的其实去表态。台湾其实是我们的经济体没有大到可以直接跟人家叫牌。这是这个大家要最知道的一件事情。学者强调，就台湾输往美国70%拢是 ICT 资通讯产品，会当争取特别项目的豁免。另外，并不是较早谈判就占优势，颠倒会当等待国际谈判有初步的结果，争取甲日本、韩国等国家同款的标准。未来你出口到美国，你都要附这一个产地证明哈。但是我觉得可以更进一步的思考，怎么样来跟这个美国原产地做的规定来做一个对接。也有学者建议，政府会当利用科学园区的建设经验，协助台商建设伫美国的对外贸易区 FTA， 让零组件维持台湾出货，同时降低台湾对美国贸易逆差，加做谈判的条件之一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